今日教大家整無糖無油無添加嘅開心果醬，喺屋企自己整真係又健康又衛生，而且外面一樽都超級貴。而家自己整，想食幾多就食幾多。今次準備咗兩款嘅開心果，伊朗開心果同埋普通嘅開心果，放上焗盤之後，我哋鋪平佢，然後放入焗爐，用200度焗10分鐘。焗好之後攞出嚟，放入攪拌機，先攪拌30秒，直到變成開心果碎，然後繼續 keep 住打，直到變粗泥狀。跟住就靜止30分鐘，等開心果出油。之後繼續一直 keep 住打，直到細膩濃稠嘅質地，好似咁樣就得㗎啦。然後用熱水消毒啲玻璃樽，記得一定要抹乾水分，跟住再倒入開心果醬就得㗎啦。記得一定要密封好，然後放喺雪櫃冷藏。普通開心果嘅做法其實都係一樣，唯一唔同嘅就係做出嚟隻色會冇咁綠。簡單演示一下開心果醬可以點用呢？我就直接搽麵包，然後攞去焗，就已經超級好食啦。